密西沙加今個週末舉行密西沙加香港節2026活動，吸引咗唔少市民一家大細到場品嚐港式美食、欣賞表演同埋參與各項活動，現場洋溢住濃厚嘅香港情懷。陳一蘭報導。密西沙加香港節2026今日盛大開幕，吸引唔少市民一家大細前往參與，現場氣氛熱鬧。一連2日嘅活動匯聚超過50個攤檔，由港式小食、手作到文創攤位都一應俱全，展示香港飲食同埋文化特色，亦都俾居家港人一解思鄉之情。現場亦都有文化展覽、廣東歌表演、電影放映以及世港杯足球同籃球比賽，並設兒童專區，提供多項親子互動遊戲。我哋就係希望佢一個平台咧，等一啲好多香港人嘅團體啊，或者人士咧，可以容易啲能夠即係發展到佢哋嘅事業啊，或者佢哋嘅興趣啊咁咯。主辦方表示，希望透過香港節推廣香港文化，促進社區交流，俾市民感受香港情懷。活動聽日將會繼續舉行，歡迎有興趣嘅市民前往參與。